大姐，明天你就结婚了，你不紧张吗？还好，不怎么紧张。大姐，看你脸上甜的都快滴出蜜来了。哎呀，好羡慕哦。是啊，哎，三小姐，等你结婚的时候，也让阿庆嫂给你上头呗。好啊好啊，我阿庆嫂梳过头的新娘子啊，到下一个年头都抱上了胖小子，而且呀，全都是旺夫旺丁呢。哎，我呀就没那么好命了，打从5岁啊就被丢在外面吃苦，如今好不容易回到家里来了，哎，我真的觉得已经好幸福了。六六，你是先苦后甜，幸福的好日子在后面等着你呢。会吗？当然会了，咱们三小姐长得这么漂亮，以后一定能找到一个有才干的好少爷做丈夫的。对啊，六六，你一定会找到一个心疼你的好丈夫的。我这个人尖酸又刻薄，脾气又差，上哪儿找好丈夫去啊？所谓臭猪头得有烂鼻子来闻。我说呢，哎，大姐啊，你这脾气可比我臭多了呀，也就是永成哥可以受得了你吧。我想以后我嫁人的话，也要嫁个像永成哥这样的人做丈夫，这样夫妻才可以和睦嘛。哈，好了好了，吉时到了，来来来，梳头了。一梳梳到底，夫妻连理又并蒂；二梳梳到尾，夫妻幸福又甜美；三梳到尽头，夫妻恩爱没有愁。仪式成了，大吉大利！祝愿大小姐早日生个胖小子，夫妻同心同德，天地又发财。谢谢。来了来了，汤圆来喽！赶紧来吃汤圆吧，大姐。大小姐，吃了汤圆啊，团团圆圆。来，这是你的。二少爷，来，快吃吧。终于盼到了跟永成结婚，希望我们真能圆圆满满的过日子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新郎新娘进场。夫妻啊，来，谢谢你。爹，喝茶。好，来，谢谢。谢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！感谢几位前来祝贺呀！恭喜老板啊！谢谢，这是周家大人呢。哎呦，黄老板，哎呀，你也来了！哎呀，刘老板，谢谢。哎呀，周医生，来，
恭喜恭喜啊！新婚快乐啊！新婚快乐！谢谢。新婚快乐啊！恭喜恭喜！多吃点啊，今儿来，多吃点啊，喝几杯啊。六六，原来你在这儿，怎么了？真受不了林丹，他坐在我旁边，把人来宾的打扮啊，从头是评论到脚，他自己也不嫌累。走，陪我出去逛逛。哎，不行，咱们是主人家呀，要是爹喊我们不在怎么办呀？恭喜人家啊！好，今天一定要高兴啊！你可不要催我啊，到时候给你个大惊喜。忙吧，好，自己找地坐就行。爹，等等我。哎呦，林丹来了！哎，这样吧，林丹不是有洁癖吗？你就告诉他，我当天啊请你玩大小便，他肯定受不了。哈，周天齐，怪不得我到处找不着你，原来你在这跟六六厮混呢。不是啊，我跟六六刚才帮二清理了大小便，二可爱极了，是你抱一下。哎，我才不要抱！你们两个笨蛋！二真乖啊，好乖哦。时间差不多了。大小姐、姑爷都已经差不多了，咱们入席吧。啊，好，走吧。走。喝酒啊！你别听我唠，是吧？你得喝酒，对吧？哎，新娘来了！恭喜啊！哎呀，真是！哎呀，谢谢，恭喜恭喜啊！恭喜啊！谢谢啊！恭喜！贾老板，你跟信和堂连了亲，你们两家就成了中药业的翘楚了。哪里呀！永成，你这腿怎么了？听说你找西医动手术，怎么还没好利索，还得拿拐杖啊？啊，是啊，不是说西医跟神医一样，怎么没把你医好啊？你看你走路还瘸着腿吗？怎么这么说呀？要我说，虽然动了刀，只不过是治了标，还得请你岳父给你治一治本，这样才能根治啊，才能挺起腰板来走路。嘿，入赘了周家，这可是几生修来的福分呐！啊，瘸了腿也能逍遥一辈子。我看呐，这腿治不治也没什么关系，是不是？哎，我说这瘸了腿不影响新婚之夜。我说哥几个，住口！哎呀，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别这样啊，忍一忍。诸位，请入席，请入席吧。请入席吧，大家请入席。来，坐吧，请坐吧，请坐吧。恭喜周老板，谢谢，恭喜恭喜啊！大家请入席吧，大家坐。来，好，请坐。哎呀，来，就是他，他就是戴明聪，对，逮住他就对了。你就是永福堂的戴明聪吧？啊，这位警官，今天家里办喜事，能不能借一步说话？怎么也害怕丢人现眼呢？你欠我们天津五大药行一屁股的债，你以为躲到这儿来就能躲得过吗？就是要趁着你们戴家的大好日子才来讨债，要不然还见不着你戴明聪呢。爹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之前周家投资到永福堂的钱呢？亏了。我入赘周家，仅仅就换来这2个字。对不起。哎，我说你们父子俩扯远了。今天要是不还债，就把你给抓了，进牢房洞房吧。二位，我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哦，您就是周世红周老板吧？嗯，我想没有什么误会的。戴明聪在天津做买卖，欠了我们5家店80多万。你说我们不到这儿来找他讨债，还能怎么着？各位天津来的贵客，今天是我周玉琴和戴永成大喜的日子，还请各位先行坐下赏脸，喝杯喜酒，等明天再到我们信和堂来讨债也不迟啊，可以吗？我周世红虽然是个小小的中药业会的会长，也希望大家能给我个面子，赏脸一起喝杯喜酒，明天再谈好吗？几位警官请坐吧。
那好吧，好，走。这周家大小姐不但漂亮能干，而且聪明识大体，可谓是女中豪杰。这戴家可是捡了个便宜呀！我说啊，是戴永成前世积了德了，才捡这么大一便宜。我说周家不幸捡了个窝囊废。哎呀，永成啊，不就是几句闲话吗？你不要理他啊，别理他。坐，坐下。你就哎呀，不是。永成，来喝。来，干。大小姐，您去换件衣服吧，这里交给我吧。不用了，为人妻子伺候丈夫是应该的，你先下去休息吧。哎呦，大小姐，我们做下人的比您歇的还早，那成何体统啊！哎，大小姐，我准备了个痰桶放在这儿了。上次啊，姑爷吐了你一身，这次可得有个准备。哎，姑爷也是的，总喝这么多，太不像话了。黄大妈，你当着姑爷的面说这些，像话吗？大小姐，对不起啊。算了，你先下去吧。哎，是。永成，来，起来喝碗姜茶。来。哦。怎么样？好点没有？干嘛对着我？想让我内疚啊？你越来越像你爹了，假惺惺的。你别说了，躺下睡会儿吧。来。怎么？嫌我啰嗦是吧？哎呀，你们周家面子真大，周大小姐也真会办事，三言两语就把我爹的那5个债主弄得服服帖帖的，人家都会说我戴永成是个窝囊废。我戴永成早晚要把中药业那几个老狐狸的臭嘴给封起来。入赘怎么了？入赘就不是人啊？他奶奶的！那些人是无风不起浪，你不要跟他们计较。玉姐，我跟你讲，虽然进了周家，但是我是不会去信和堂打工的。谁说你打工啊？现在在信和堂，你可是老板呐，你管账向来分明。如果你肯来信和堂管账的话，我跟爹肯定会很放心的。管账？谁说要管账啊？总之，我是不会靠老婆的。哼！就当我求你好不好？我替周家求你过来帮忙。求我？你们周家什么时候求过人呢？这事实摆在眼前，明明就是我们戴家在求你们周家。虚伪！永成，说话你得讲点分寸啊！怎么，又想教训我？你光冲我来劲有什么用啊？说话是不是得讲道理啊？我的嘴不行，没你那么会说，我当然不会讲道理了。你这个态度，我们今天晚上怎么过？你那么厉害，你自己过呗。哎呦，永成，哎，你别管我啊，走远点，别想教训我。我告诉你，
今晚我喝我的美酒，你管你的杏核糖，咱们互不相干。永成哥，永成哥，这个春宵一刻值千金呐！你今晚不在房里跟我大姐洞房花烛夜，在这喝什么酒啊？别提了，这一个人喝酒多没劲呐！来，我陪你喝。真的？那是。痛快，来，好，喝，干杯！永成哥，你不陪着我姐在这儿，让我想想，她是不是又说你喝酒了？他就喜欢教训人。是啊，他平时在杏核堂的时候老是教训我们。我呀，就是受不了他这一点。谁受得了啊？他每次要教训我的时候，我就躲得远远的。我现在不是也躲得远远的吗？躲得好，躲得妙，躲得呱呱叫。来，喝，再喝。哎，巧儿，你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啊，整天都乐呵呵的，只要我一逗你啊，你就会更高兴。我送你一个什么花灯什么的，你就会高兴好几天。永成哥，那改天你再送我一个花灯吧，我一定快乐的像小老鼠一样。没问题，不过你可不像小老鼠，你像快乐的小鸟。那我一定把所有的快乐全部给你。好，来，干杯！好，我们今夜不醉不归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我赵玉琴发誓，我要帮爹好好打理杏核堂，我要成为周家的骄傲，用我的实际行动弥补我的罪孽。老板，老板，您在里边吗？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老板。我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，这里是我的私人重地，不可以进去。你们当我说的话是耳边风吗？对不起了，赵老板，我是来向您汇报20周年致庆的事情，都已经打点好了，义诊的新药也都准备好了，同行好友和达官贵人送来的礼盒也都排放好了。都什么人送了礼盒来？有万年安药那沈老板，市财务厅厅长孙胜福，市卫生局局长许志富，还有盛世钱庄的李老板。就这些吗？包市长的礼盒也送到了。辛苦你了。其实最辛苦的应该是大小姐，她处处想得周到，现在还在亲自写帖子回礼给那些送贺礼来的人。
这种事情本该他做的，你不要把每次的功劳都推给他，知道吗？周老板，外面有很多人排队义诊，把大门前的街道和拐弯的巷子都挤满了。哦，我们要不要提早开门义诊？那些病人天还没亮就来排队了，我怕他们吃不消啊。你11岁开始跟我，都这么多年了，还没有学到行商之道？赠医施药固然是为了行善救人，可我们信和堂也不可以一无所获。排的队伍越长，宣传的效果就越强，这就叫两全其美，懂吗？多谢老板指点。这信和堂的解毒散吃了，怎么老是上吐下泻呀？会不会是假药啊？我们要去信和堂讨个公道。对，我们去讨个公道。妈，你怎么了？老婆，你没事吧？啊，信和堂可来不了。大小姐来了！来，还我们公道！来，还点公道！而且说点公道！大小姐，先进去，什么都激动。你们别打！王主管今天不做生意了。好。小梅、小桃，把门关上，咱们今天不做生意了。我刚收到了一个消息。怎么说？日本人把成药销到了中国，还找人合作卖党的神丹。听说北边好几个省都已经风行了，咱们省的神丹宣传广告纸大街小巷都已经贴满了，还有人在免费派发药丸。解毒散的事会不会跟日本人有关？去查一下。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我才晚出门一点，你就弄出这么大的乱子？我正在了解，看看有多少人声称吃了我们的解毒散而出事。我们信和堂解毒散是我用古方精心研制的，不可能有人吃了会坏肚子。肯定是有人想重伤我们信和堂。爹放心，我已经请华科长来调查了。老板，大小姐，华科长说他正在忙，叫我们自己收集证据给他。什么？我看他们一定收了日本人的好处，连成一气。那些吃坏肚子的人也是他们弄出来的。老爷，哎呀，小姐，啊，不好了，门外面有好多人在叫骂呢。私闯民宅，举报警察局，把他们驱散。恐怕不行。世红，谁在外面这么吵啊？没事，我陪你回房弹琴吧。这么吵，怎么弹琴？一定又是玉琴闯祸了。二娘的疯病又犯了。二娘，对不起。平儿，是。去告诉玉琴，是她弄丢了我的乔儿，她是我们周家的祸星灾星。我要让她回到街上去卖花，没有我的同意，不许回来。二娘，对不起。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你呀。如果你以后再叫错的话，我就让老爷把你给轰出去，让你跟玉琴一块去街头卖花，你听见了吗？好了好了，我陪你回房吧。信和堂卖假药，卑鄙无耻！卑鄙无耻！周世红违禁了，不能卑鄙无耻！新政卫部，快给我出来！给我出来！出来了！出来了！你们为什么卖假药？乡亲们，我们大小姐有话要说。有什么好说的啊？就是你们卖假药！你卖假药！各位老街坊，
我们信和堂20年来一直本着救人济世的宗旨，从来不会派假药，更不会沽名钓誉、欺世盗名。所以，我想这件事情一定是别有内情。不要听他瞎说！你们少装了，大家明明是吃了你们信和解毒散才生的病，你们还想推卸责任吗？啊？就是呀，什么信和解毒散啊？依我看，是信和剧毒散才对。你们一定是假装义诊，拿我们试药，对不对？哼，太可恶了！你们太可恶了！这些恶嘴恶毒，说什么呢？没教养的！哎，你说这哪来的野孩子？请问这位姑娘怎么称呼？哼，本人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就是六六大顺、六六无穷的六六。请问这位姑娘，你可曾服用过本堂的信和解毒散？当然有了。可是我看这位姑娘精神饱满，声如洪钟，好像一点都没有中毒的样子。哼，那是因为我已经吐了8次，泻了9次，晕了10次啊！哎呀，不行，晕了！做事你好呀，我们很快就会在这石桥相见了呀！你们不走吧？致命的！好，如果调查出来真的是我们信和堂犯错，我们信和堂绝对不会坐视不理。我周玉琴再次答应大家，请大家给我3天的时间，3天之内，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。好，那我们就给他3天的时间。如果3天之后不给我们一个答案的话，那我们就拆他招牌！拆他招牌！拆他招牌！家里的灾星远离我家，菩萨，我的巧儿不见了，他在哪儿啊？让他回来吧。夫人，您跟菩萨聊完天了吗？我们得早点回去了，万一被黄大妈发现了，她又会去告密的，说我偷偷带你出来，老爷跟大小姐一定会骂死我的。黄大妈，你别急行吗？夫人，您又记错了，我是平儿，不是黄大妈。行了，让我跟菩萨再聊一会儿天吧。菩萨，我今天把巧儿的鞋带来了，希望你能够为她引路。菩萨，你说她为什么这么狠心呢？走了这么久，为什么还不回来？她到底什么时候才回来？菩萨求您让她早点回来，求菩萨保佑，让我巧儿也回来，早点回来。夫人，夫人，您去哪儿了？哎呀，夫人，您在这儿啊？您不是说跟菩萨聊完天叫我的吗？您怎么自己跑出来了呀？吓死我了！夫人，您怎么了？我在等。等什么？一阵风，把我的巧儿送回来。惨了！夫人的失心疯又发作了，她又要念诗了。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？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。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？
你是谁？喂，你怎么扫地不长眼睛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您眼睛看不见吗？啊，对不起，扫帚没眼，冒犯夫人您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。听夫人的语气，声声叹息，是不是跟您的亲人分开了？是啊，他已经离开我千年、万年。所以夫人才到这儿来求签，希望指点迷津。不知道您求的是几号签呢？我求的15号签。15号，是陆游的《游山西村》吧？您懂得解签吗？啊，略知一二。莫笑农家腊酒浑，丰年留客足鸡豚。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箫鼓追随春社近，衣冠简朴古风存。夫人，您是要寻人吧？那您要找的人离您是越来越近了。他在哪儿啊？丰年留客足鸡豚。看来夫人家里是不愁吃穿，还留了一位客人吧？对，玉琴，我们家留了个女孩，叫玉琴。也许就是您留的这位客人，让您失而复得。夫人，您回去等好消息吧。既然解毒散没有问题，为什么那帮街坊会集体中毒，又拉又吐？到底是谁在背后设计陷害？到底有什么企图呢？爹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可能正在思考如何解决星河解毒散的风波，想得太入神了，没想到就走到密室这儿来了。跟你们说过多少遍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可以走进这里。我知道，爹在密室里面研制回心丹和玉珍霜，那是不得外传的独门秘方，任何人都不得偷学。可是女儿只是无意间经过，并非有意偷窥。哼，我清楚的记得你曾经偷窥过一次。爹，那年女儿只有6岁，只是因为一时好奇，不知道爹为什么会这么神秘。那次被爹责罚，跪了3天3夜之后，就再也不敢了。爹要是不信，女儿可以对天发誓，女儿此生对爹对杏核堂绝无半点私心。我只是太像你大娘了。对了，事办的怎么样？有解决的方法吗？还没有，不过这只是第1天，还有2天的时间，女儿一定会在限定的期限之内想到办法，请爹放心。抓紧时间。杏核堂树大招风，很多人隔岸观火，处理不慎，麻烦就大了。是，女儿知道。范小姐，原来你在这儿。什么事儿啊？有关杏核解毒散的事情，我想请你到外面的酒馆见一个人。老陈，侯总管说你急着见我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是这样，大小姐，我听说杏核堂出事以后，我就去地下市场四处打听，您猜怎么着？结果我发现，以黑木为首的几个日本人囤积药材聚齐，
而且还有组织、有计划的打击中医中药界。我就认识几个流氓，他们都拿了日本人的钱，参与了信和堂的闹事。是日本人？嗯。哼，讲一套做一套，这些日本人真是可恶。可是，咱们没有真凭实据啊。大小姐，日本人一直都很想要信和堂的秘方，您对老臣恩重如山，他愿意混进日本人中，搜集证据，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。真的吗？是。大小姐对我恩重如山，我铭记于心。有什么吩咐，您尽管言语，我一定全力去办，绝没二话。好。对了，老陈，你知道那些闹事的人当中有一个叫六六的丫头吗？没听说呀。那个丫头貌似乞丐，却伶牙俐齿的，我总觉得她是冲着咱们信和堂来的。不知道他是收了日本人的钱，还是另有企图。总之，你帮我打探一下他的来头。行，这事包在我身上。老板，笔墨纸砚给。谢谢啊。哎，帮我写一下。信和堂背信弃义，没有良心！你们快看！哦，哎，大哥，是吗？我跟你说，你这千万不要买他们家药！哎，大哥，给信和堂背信弃义，卖黑心药！哎，大哥，给信和堂，快过来，给您！哦，是。哎，给大娘，快！大娘，我跟你说，千万不能买他们药，千万不能去信和堂，他们没有良心啊！我跟你说，哎，臭丫头，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啊！竟敢在我们信和堂太岁头上动土，你安的什么心啊？啊！走，跟我去见我们当家的去！哎，抓住他！哎，你给我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让开！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你站住！哎呀，快，你往那边跑！包抄他，我走这边。你站住！臭丫头！站住！臭丫头！你给我站住你！快站住！哎呀！别跑！来，你往哪儿跑？你臭丫头！是快，抓住他！看你往哪儿跑！哎，你个臭丫头，你来替我父母，我饶不了你！哎呀你敢拿这个？你这臭丫头，我打死你！放我出来！快放我出来！那个叫六六的臭丫头，她根本就不
不安好心。大小姐，你不知道，他四处散播谣言，破坏我们信和堂的声誉。我跟他讲理，他还把我弄得遍体鳞伤的。大小姐，你给他想想办法，派人去把他抓回来，好好的惩治他，为我出口气，臭丫头。当然了，更重要的是，不能让他影响我们信和堂的威望。六六那个丫头的身手很敏捷的，凭我和黄大妈的力量都没有把她逮住，就知道她有多灵活。就连咱们一向精明老练的黄大妈都不是她的对手，就知道她有多厉害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优点？有啊，你看她写的字写的多漂亮啊！那也叫好看。写得出来就是好看呀！你看我们两个一个字都不会写，那人家会写字就比我们两个强啊！臭丫头，故意跟我作对是不是？你找你们两个吵够了没有？大小姐，有个叫六六的小姐是要见老板。那个臭丫头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！哎呦，大小姐，你可得为我出头啊！请她进来吧。是。黄大妈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得无礼。请。六六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黄大妈，奉茶。大小姐，等一下，本姑娘来不是来找你的，是来找你老爹周世宏的。我爹他不轻易见客，姑娘有什么话，不妨就跟我直说。好啊，我来呢是为了信和解毒散的事情。可是3天的期限还没有到啊，所以呢，我是来跟你们商量的。这个是一帮苦主的签名，他们授权我做代表，前来谈判，要求赔偿。被阴天的爱。呸！你这周家大小姐能当上二当家的，应该是个聪明人。那你应该知道，长痛不如短痛。这件事情再闹下去呢，对信和堂一点好处都没有。如果你们信和堂愿意赔偿的话，那我们决定不再追究。一点点小钱就可以办妥的事情，何不息事宁人呢？好吧，那你们想要多少钱？1万元。哎呦，大小姐，这不是我们信和堂犯的错，他们这明明就是敲诈。大小姐，这个钱不能赔，要不然别人会以为我们理亏。大小姐，这可万万使不得啊！黄大妈，好，明日此时，你带着这帮苦主前来索取赔偿吧。大小姐，好，爽快，不愧是周家大小姐。那我们明天见。送客。是，姑娘请。个臭丫头！大小姐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是啊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大小姐，日本人在全国设置了很多这种仓库，囤积了很多的中药材，这只是其中一个。怪不得最近的药材价格一直飙升。日本人是想推高中药价格，为他们的假药进军铺路，真是居心叵测呀。还有，大小姐，你看，这就是日本人制造并且派发给老百姓的百福丹。我仔细调查过了，日本人是故意制造这批有问题的百福丹，在咱们信和堂施赠信和解毒散之前，就派发送给那些贫穷的老街坊们。老百姓吃过这种百福丹，都不予有诈，出了问题就赖在咱们身上，都觉得可怕。先把这些百福丹带回去再说。好。
大小姐，时间不早了，咱走吧。走吧。赶快出来！快点！喂，时辰已到，你们周大小姐怎么还不出来啊？她明明答应大家要还大家1万元的，难道她后悔了？是啊，你胡说！后悔了！你们大家都不要听她胡说啊！我们大小姐确确实实是外出未归，你们就在这安静等一下，安静的候着啊！我呸！什么外出未归啊？我看啊是不敢出来了。你胡说！我说的都是真话，我们就进去找他。走。大小姐回来了！哎，小姐来了！哎，是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各位，我答应过大家，要在3天之内给大家一个交代。老陈啊！现在事情终于水落石出，真相大白了。走，快走！大家并不是因为服用了本堂的杏核解毒散才出现的问题，而是服用了一个叫黑木的日本人所赠送的百福丹，才出现了上吐下泻。你胡说！我服用过了，没问题。就是啊，就是因为吃了你们新推出的杏核解毒散才生病的。这位兄弟说的对，以前的百福丹是没有问题，可是这批特制的百福丹却是有问题。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，我可以邀请你们其中的一位上来跟我做测试。我服用本堂的杏核解毒散，而那一位同时服用百福丹，看看谁最后上吐下泻，就知道问题的所在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不是亡命吗？他这是。六六姑娘，你是大家的代表，我看不如由你来试药吧。你如此见义勇为，我想你绝对不会临阵退缩，让大家失望吧。我才不是呢！谁知道你们有没有往这个百福丹里面下毒啊？再说了，那个日本人干嘛要给我们吃有毒的百福丹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肯定找个人当替死鬼，我才不当呢！哼，就是啊，他可没骗人呐！那个叫黑木的日本人狼子野心，处心积虑的打击我们的中药业，目的就是为了推出他们的假药。各位，刚才大小姐说的没错，这都是我们派人打探得来的消息。我还知道，你们当中混入了流氓，收了日本人的钱，帮忙生事。我要是料的没错的话，你们2位就有份吧。你胡说，不要诬陷我们，根本没有的事儿，你可别乱说啊。好啊，要证明你们的清白也可以，只要你们服下这百福丹。不，我不吃。想走，没那么容易，必须把事情交代清楚。好了，我说，我们确实收了日本人的钱，所以才上你们这儿来闹事儿的。大家都听到了吧？这件事情真的跟我们杏核堂无关，请大家不要在此纠缠，各自回家吧。原来是这样嘿嘿，臭丫头，你今天不好好向我家的小姐老爷道歉，你休想离开！哼，走！哼，扭扭捏捏的你，赶快走！放开！臭丫头，今天我要你好看！放开我！还往哪儿跑？快走！哼，臭丫头，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！就是往哪儿跑你？哎，抓住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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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臭丫头，我今天让你好看！爹！
乔儿，我夫人，二娘，夫人啊，夫人，夫人，快把他扶进去！哎呀，夫人，二娘，夫人，啊，黄大妈，平儿，快去拿药油来！是。哦，没事没事。我的乔儿呢？快去把他找回来！爹，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，先别。叫你去就去。夫人，吃了回心丹，休息一下，老爷很快就会赶回来看你。世宏，你在说什么？你不就在我眼前吗？夫人，你认得我了？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们这么多年的夫妻，我怎么会不认得你呢？世宏，你今天好奇怪。对，我错了。箫鼓追随春社近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签文果然灵验了。什么签文啊？我去了城郊的观音庙，求了一支签，上面写着我马上就要失而复得了。你看见那块小玉佩了是吗？啊，无悔双修，这4个字是你特意为他刻上去的，是想让他福德和修养兼备，让他一生一世平平安安。他真的是我们的乔儿，应该没有错。他去哪儿了？走了。他走了？你为什么要让他走？不要让他走！你放心，我已经派人去找他了。我也去。哎，你不能够去，你不可以操劳。再说乔儿也不想看到你这么虚弱的样子。啊，你说的对。乔儿经常嘲笑我，说我体弱多病，老吃药，管我叫药罐妈妈，还埋怨我不能陪他玩。好，我要吃药，吃了药身体好，我就可以陪他了。老板，有消息吗？已经派人四处寻找，但还是没有下落。警察局那边打招呼没有？按照您的吩咐，已经跟警察局、青帮、红帮都打过招呼了，也出了万元悬赏。我相信整个双泉镇内的黑白两道都在找六六小姐，很快就会有消息的。把悬赏提高1倍，如果能在今天找到乔儿的，加赏5000。我要尽快找到乔儿。还有，叮嘱他们要客气一点，别把乔儿吓跑。是，老板。爹，有好消息！快说。我们拿来的百服丹，经过林大夫的检验，发现当中的成分确实有问题，还有轻量的玉里仁，让人服用之后会产生恶心、解呕吐的症状。真是日本人在背后策划的。对，他们先让这些人服用有问题的百服丹，再服用我们的杏核解毒散，想栽赃嫁祸，好让他们的药趁虚而入，进驻我们的中药业市场。好在现在事情终于水落石出了，我明天就要登报声明，中毒事件一概和我们杏核堂没有关系。对了，爹，我还拿到了一些证据。你就是要说这事儿？爹，这个时候你不是该照我的吩咐，全力去找乔儿吗？你还有时间管这的事？大小姐又被骂了，你瞧。爹，杏核解毒散
是我们信和堂的招牌药，不仅关系到我们信和堂的声誉，还关乎到6省72铺上上下下几千个伙计的饭碗。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可以掉以轻心。解毒散的事我会叫人去办，你不用操心。找到乔尔比任何事情都重要。你扪心自问，乔尔的事情，你认为你可以置身事外吗？你是不想我找到乔尔，是吗？爹，我马上派人去找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这是江苏、重庆和济南几家分店的账目，请您过目。你先出去吧，我想静一静。哦。找到乔尔比任何事情都重要。乔尔的事情，你认为你可以置身事外吗？你是不想我找到乔尔是吗？你为什么要回来？你为什么要破坏我的世界？你为什么让我难受？我不要你回来！我不要你回来！不要！大小姐，别太在意了。老板今天心情不好，话是重了点儿，等他气过就没事了。我知道，这么多年来，爹每天看见我，他心情都不好。无论我做什么，都是应该的，没有一句好听的话。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，才能讨得爹的欢心。你能做的、该做的都已经做了。这10几年来，你比信和堂任何一个人都努力工作，你对信和堂的伙计比对任何一个人都好，你也最关心老板和夫人。信和堂和周家上下不能没有你啊！我相信老板心里是有数的。没想到我所做的一切你都看见了，可是我的爹娘却看不见听不到，他们放不下的只是乔尔，甚至他们觉得当年那个丢下的人应该是我。谢谢。想哭就哭吧，别憋在心里。我现在好多了，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永成，你是唯一一个看到我流泪的人。放心，我刚才什么都没有看见。这是梅花吗？怎么花心是黑色的？好特别啊！是不是哪个姑娘给你绣的？忘了在哪儿买的了。那我让平儿洗干净了再还给你吧。菩萨保佑，快点把乔儿放给我！菩萨保佑，把我的乔儿还给我！菩萨保佑，把我的乔儿还给我！哎，夫人！哎，大娘，又是你啊？是上一次那位姑娘吧？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又碰面了。夫人，您还记得吗？上次就是她为您解的签啊。她说您要找的人很快就会出现了，三小姐果真就出现了。你是谁？我不认识你。相逢何必曾相识，你们是来求签的吗？大娘，麻烦您帮我们夫人解解签吧。他行吗？别是骗钱的吧？你别小人之心了，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一样爱骗钱啊？大娘，您解的签特别的精准，您就帮帮我们夫人吧。夫人，她解的签特别的灵，她能帮您找到三小姐的。
你真的能够帮我找到女儿吗？不好说。你们求的是几号签呢？28号签。28号，那是李白的玉阶院吧？玉阶生白鹭，夜久侵罗袜。却下水晶帘，玲珑望秋月。夫人，您想找到您要找的人，那这签上有什么指示吗？月。什么月呀？装神弄鬼的，哼，谁信呢？小心，有只蟑螂正要经过你的脚呢。8万！我3岁丧母，4岁丧父，从小遭后妈虐待，5万！被人买了又买，买了又卖，该你了。最后沦落街头卖艺，一天表演108次胸口碎大石，石头不碎，肚子就不能饱。我还帮死去的朋友还医药费，欠了一屁股的债。六六自知既没才貌，也没才艺，穷的像个蛋，可怜的像条虫。不过我力大无穷，跑得快过马，勤劳的像头牛。求求各位美女大发慈悲，留我在这里为大家做牛做马，洗衣晒衣烫衣，我都会为大家一一办到。六六，我只求赚点小钱，行不行哦？我拜托各位了。把这衣服拿去洗吧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好好干啊。丫头，这是谁家姑娘的衣服啊？这个嘛，当然是我们15月房姑娘的喽。15月房姑娘的？澡堂里面？澡堂里面是柔情似水，热情如火，袒胸露臂，春色无边呐。不过呢，我奉小姐之命在此守候，省得你们这种人啊窃肉偷香。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不过呢，有钱能使我六六推磨，所以给你。我怎么能为了区区1个银元出卖人家的玉璧呢？玉璧，我有2个，你看行不行？我怎么能为了区区2个银元出卖人家的玉腿呢？玉腿？我4个，可以吧？嘿嘿，好吧，看在你们这么有诚意的份上呢，我就把我连同我的良心一并出卖了。好吧，好吧，你们赶紧进去吧。不过呢，你们不要太猴急哦，进去吧。别急。热情如火，袒胸露臂，春色无边。夫人，吃饭了。老爷吃了吗？没有呢。他怎么总是不按时吃饭？以前从来不这样。夫人，
您都想起来了？是，我的乔儿快要回来了。这些天我特别精神，以前所有的一切都好像是一场梦一样。真是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谢天谢地，夫人，我去告诉老爷说您好了。等等，这些年来我都没有好好的照顾过世红，现在我也该尽尽做妻子的责任了。饭菜我来给他端过去。是。世红，世红，世红，照片，照片，二娘，您说什么？什么照片？书房里的照片，书房里的照片，照片，若兰，照片，若兰，照片，啊，照片呢？照片呢？若兰，照片，照片，若兰，照片，若兰，你可能是太想女儿了，才会有这种错觉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那个解签人说的，尽快找到乔儿。啊！照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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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照片。二娘，您说清楚点，什么照片？世红房间里的照片，里面有很多秘密，很多秘密，很多秘密。什么秘密？星河堂的秘密，周世红的秘密。你一定要帮我找到那张照片，一定要找到他，找到他，找到他。二娘，您别激动，我答应您，我一定帮您找到那张照片，好不好？答应我，一定要找到他，一定要找到他，找到他，找到他。我答应你。来，二娘躺下，来，慢点啊。大小姐，这么晚了，你在这儿干嘛？二娘说，爹的密室里有张照片，里面藏着信和堂的秘密。你信吗？二娘的样子很虔诚，不像是在撒谎。再说，我好像也看到过有张照片，
我知道了，你是想知道照片里的人是谁，但是又怕老板骂你，不敢进去，是不是？爹警告过我，不让我再进密室半步。可是最近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，我真的很担心跟这个所谓的秘密有很大的牵扯。这样吧，你先回房，这里交给我。就找到这一张照片，你看是不是？这是大娘的照片。玉琴，给我换衣服。乔儿要回来了，我的乔儿要回来了。二娘，您看，我给您找来的照片。什么照片？我不要照片，我要我的乔儿，我要我的乔儿。乔儿要回来了，乔儿要回来了，乔儿要回来了，乔儿。你一定觉得好奇，我为什么要你骗他们？其实很简单，照片里的那个女人是我年轻时的红颜知己，现在已经不在了。你也知道，夫人的病情刚有起色，我不想她太担忧。老板，我明白，我不会再让其他的事情刺激到夫人。现在当务之急，要尽快找到乔儿。是，老板。这个秘密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老板，双泉镇只要店名中有月字的店铺，我都派人去找过，连名字、棚子的宝号，我也派人去查过了，还是查不到任何有关六六姑娘的消息。那卖月饼的、卖月下货的呢？卖玉器的呢？还有，明月湖旁边都找过了？都派人去找过了，还是一无所获。爹，您向来都不相信那些江湖术士说的话，怎么这次？我这样做，还不是全因为你？人海茫茫，怎么去找啊？你二娘怎么说，咱们就怎么做，就算只有一线希望。老板，我觉得夫人回来后就说了个月字让我们去找，平儿回来后也说了瞎子解签人的灵验处，我倒是觉得不无道理，我们可以再试试看。你说的对。如果不是人名，不是地名，那这个月字代表什么意思？月亮，晚上，天气晴朗的晚上。不，也许是节日，难道是中秋节？中秋节，月圆。老板，莫非是看月圆的地方？有一个地方可以试试。备车，我要出去。是。哎，上车，上屋了，上屋停！
老板，爹，柔儿，老板，爹，您去哪儿啊？柔儿，爹，是柔儿吗？还是我看错了？爹，您怎么了？老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事。这边来，哎呀，哎这边来呀，这边停！大爷，进来吧，进来呀，哎呀，来，这位公子，来呀，去，应该是这里。爹，这里跟月子有什么关系啊？15能见月圆，这里应该有线索吧？可是爹，这里是烟花之地，六六姑娘怎么会和这种地方有关系呢？依我看，还是我进去打听。老板跟大小姐在这里等就可以了。不，如果我女儿真在里面，做父亲的怎么能袖手旁观呢？我要尽快找到她，把她带离这个鬼地方。小红，哟，几位贵客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看样子你们是第一次到这儿来吧？请问贵客如何称呼啊？哦，我老板姓周。哎呦，原来是周大老板呐！去，快把那上好的女儿红品尝品尝。好嘞。不用了，我们不是来喝酒的，我们是来找一位姑娘。她说话粗气，力大无穷，人长得很机灵的一个姑娘，叫六六。六六啊！你们要找六六啊？六六那个臭丫头啊，实在是够粗鲁的，说话没有一点分寸。之前呢，得罪了我不少的客人，还欠了我一屁股债。我看她可怜，就让她卖身于我15月房。这丫头就只能干粗活，不能伺候客人的。老板娘，你这儿是不是真的有一位六六姑娘？有，当然有了。瞧，在那儿干活呢。六六，有大爷找你。嘿，我看看。喂，你可不可以先别动？你干嘛？摸我手，想占我便宜啊？你这个卖毒药的黑心女，你真是我的扫把星！怎么每次我一见到你，我就倒霉啊我？你一定是来对付我的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我可不怕你啊！哎，你？哦，我记得你了，你是他爹对不对？你是来替他撑腰的吧？哼，来啊，谁怕谁啊？你这个丫头说话真是无理。不许说他，闭嘴！哎呦，我说贵客，你们千万别怪她，这丫头从小出身低贱，没有父母教养，多多担待，多多担待啊！这个我知道。这个是六六姑娘的赎金，我相信你们会满意的。啊，满意，非常满意！我去拿买六六的卖身契约。你们要干嘛？六六，你不是对大娘说过吗？你从小就被人家卖了又买，买了又卖，这不又有人要买你了？六六，大娘恭喜你啊！这位周老爷对你可是痴心一片呐！以后你要是发达了，你千万别忘了大娘我哟！啊，
老头，你看上我了？你凭什么看上我？我又凭什么让你看上啊？我是你的。哦，明白了。上次我带人来砸过你们信和堂的招牌，我还拿东西砸过你，所以你来报复，对不对？哦，对了，我的那块小玉佩在你那儿吧？快还给我！那小玉佩是你的？废话，我从小带到大的，是我爹娘给我的。你可别贪了，我告诉你，不然我跟你拼了我！就是这个。没错，快还给我，还给我！想要拿回玉佩，就跟我去周家走一趟。你，哎，六六，六六，爹，他怎么样了？饿晕了。饿晕了？没想到我在信和堂救了那么多饿晕的人，今天连我的乔儿也饿晕了。爹，一切都还没问清楚呢，还是等他醒过来问清楚情况之后再下定论也不迟啊。我有种直觉，似乎是为我而来。味道好极了，一定是15月房的姑娘才能吃得上吧？是不是在做梦啊？你不是在做梦。我终于在梦里偷吃成功了。你不是在做梦，这都是真的。你们，我记起来了，你们要把我买走的。大娘，你不要卖我嘛！你别叫了，老板娘把这个房间借给我们之后就走了。你这个卖毒药的黑心女人！你到底想怎样？我不许你再说我卖毒药！我要走了。哎，你不能走！喂，你们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带你回家，去见你娘，带你回去认祖归宗。老头，你在做梦吧？我都不知道我爹娘是谁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啊？老头，你是不是想女儿想疯了呀？胡乱认个女的就当女儿啊？丫头，不得对我爹无礼！哼，你爹？可是他现在一个劲儿说是我爹，我对这个疑似我爹的人小小的无礼一下，关你什么事啊？哼，你认识我了？你记得了？你记得我是你爹了？哎，是尚待确认。诶，这个手帕好眼熟啊，好像我爹也有一条，旁边还有一个鸟字。对，爹几十年来都用这款手帕，上面绣的是红字。你小时候常常认错，总是认一半，就是鸟字。你看你认错字的毛病，到现在都改不了。有吗？刚巧吧。这个字这么难写，不认识的人都以为是鸟字呢。你可不要跟我攀关系认亲戚哦，谁信啊？你记不记得明月湖？你从小就爱去那玩，有一次你掉进湖里，爹把你救起来的。啊！哎呀！哎，我头好疼啊！我想起来了，我爹手臂上有只好大好长的大蜈蚣啊！哎，老头，你肯定没有吧？哼，我爹手臂上怎么可能有大蜈蚣呢？爹，真相大白了，他不可能是乔儿。爹，这个六六不可能是乔儿。不，他一定是乔儿。爹，您的手臂怎么会？你记不记得爹以前对你说过，爹这个伤痕只有你娘和你见过，就是那次你掉进湖里，
爹跳下去救你，我们两个全身衣服都湿了。你说要跟爹换衣服，你就看见爹的伤痕了。你想起来了吗？你就是我的女儿，你就是乔儿。虽然我什么都不记得了，但是您有跟我爹一模一样的大武功，你是我爹，我相信您就是我爹。爹，哎，好了，不哭。哇，好高啊！这就是我们的家，进去看看吧。哇，好漂亮！上次我怎么没注意到啊？哇，这里好大，比15乐坊大多了。你怎么能把这儿跟15乐坊那么低下的地方相提并论呢？以后不许再提那种地方，知道吗？喂，我肚子饿的时候、没钱的时候，你们这些品德高尚的人都在哪儿啊？要不是15乐坊收留了我，我早就饿死在街头了。什么低下？要低下，你们就别去那儿求我回来啊！哼！玉琴，别惹你妹妹生气。爹，我三小姐，大小姐的意思是，你现在已经回家了，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受苦了。最好是。哎，我看你还挺替她说话的嘛。哦，对了，别叫我什么三小姐了，333会姗姗来迟的，还是叫我六六比较好。六六大顺，六六无穷。你看你啊，跟小时候一样，就爱跟你姐姐斗嘴。啊，对了，玉琴啊，带你妹妹到你房间梳洗一下，换身干净的衣服出来。是，爹。等一下，爹带你去见你娘。哇，太好了！跟我走吧。备一。这些都是我给你准备的，你想好选哪套了吗？哎，六六小姐，你随便挑一件吧。啊？哎，我好像认识你啊，你叫什么什么大妈来着？哦，我叫黄大妈。每次看你都臭着张脸，来笑一个。皮笑肉不笑，不合格。再来一个。哎呦喂，笑里藏刀，笑比哭还难看。算了，你叫什么黄大妈呀？叫你黄脸婆好了。大小姐，我能不能不叫黄脸婆呀？不行，偏让你当，必须当。大小姐老爷吩咐过，三小姐高兴就好。是。哼。哎，你姓什么叫什么呀？回三小姐的话，我叫……哎，等一下，不许叫我三小姐，叫我六六就好了。哼，乔儿。哎，黑心姐姐，你不喜欢呀？我偏要。我就让她叫我六六，谁要是不叫呢，我就不理谁了。好呀，六六小姐，我叫包思平，您叫我平儿就行了。笑得够甜又够机灵。那就跟着我混吧。好呀。不过要问过老爷跟大小姐才行。哦，是吗？那我直接问我爹就好了呀。爹那么疼我，应该不会不答应的。哼。既然你那么喜欢平儿，就让她跟着你好了。反正本来我也要给你物色一个丫鬟，怎么样？衣服挑好没有？挑好就赶紧去梳洗，我还要带你去见娘呢。第一次见娘，应该穿好看点。哪一件好呢？哈，就你这件吧，赶紧脱下来。三小姐，你能不能不开这种玩笑啊？谁跟你开玩笑了？你是不是想耽误我看我娘的时间啊？大小姐，黄大妈，既然三小姐喜欢，你就……你看他都快哭了。算了，
我觉得你这件也不错，就你的吧。你，哎，才怪。那就这件吧，这件颜色够鲜艳又够招摇，正好适合我六六的个性。爹，你看。啊，好看吗？这才像样，才像我们周家的三小姐啊！真的？爹给你准备了很多新衣服，等你见完你娘以后，再给你慢慢挑。哇，太好了！有这么多漂亮的衣服，那我一天换3套都行哦。随便换几套都行。那我希望我娘见到我的时候一定要喜欢我。一定会的。你娘有个心愿，就是一家团聚。等会儿你见到她，就可以了她的心愿了。走吧。走。哇，没想到这么会弹琴又漂亮的女人，竟然是我娘啊！没想到我这土包子，竟然还能有这么高贵的娘。哦，如果这是梦的话，我希望她永远都不要醒来。傻孩子，来，若兰，你看谁来了？她就是我们的乔儿。乔儿，她就是你娘，快叫娘。娘，世红，你每次总是拿乔儿来骗我吃饭，这次我再也不相信你了。还好她今天认得我，没有把我当车夫。车夫？他为什么把你当车夫啊？说来话长，爹以后再告诉你。若兰，我真的把乔儿找回来了。他不是乔儿，我的乔儿没有这么大。你说，你为什么要冒充乔儿？我没有啊。你个子比乔儿高，眼睛比乔儿小，嘴巴比乔儿大。你骗得了别人，可你骗不了我。若兰，乔儿离开我们的时候才6岁，都过了15年了。他现在是21岁，当然会变了。对了，你看，他有我们给他的小玉佩。这真的是我们乔儿的小玉佩。世红，虽然他有乔儿的小玉佩，可他身上没有乔儿的味道。虽然他穿着漂亮，可他跟雨晴一样，透着路边捡来的野孩子的味道。哪里是我们高贵的乔儿？喂，你这女人看上去高贵，怎么嘴比我还刻薄呀？哼，我就是路边捡来的野孩子呀。是爹说你们把我弄丢了，现在又不认我了。好啊，不认就不认，谁怕谁啊？我告诉你，这个三小姐我不当了。哎呀，若兰呐，我这么辛苦把乔儿找回来，你，哎呀，乔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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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是乔儿。周老爷，你夫人根本就不想认我。是啊，她那么一个高贵漂亮的夫人，怎么会认我这个街头卖艺、庙外行乞的女孩做女儿呢？我想我还是走吧。哼！乔儿，乔儿，你听我解释啊！你娘不认得的人不止你一个，她连我、玉琴、周家上上下下的人，她都不认得。她不是故意的，她也不是绝情，她只是有病。你刚才不是问我，你娘为什么把我当成车夫吗？你不知道，自从你失踪之后，她就得了一种怪病。她失去了这16年的记忆，她的记忆只是停留在你失踪的那一年，连我都不记得了。这16年来，她有时候把我当车夫，
有时把我当管家，有时把我当成他的爸爸、哥哥。他有时记得我，但睡醒就不记得了。最近才难得记起我是世红。啊，这么可怕啊！怪不得他不记得我了。爹，娘只说我是路边的野孩子，没想到你连车夫都要当，真的是比我还惨呢。这么多年，他的病情反反复复，时好时坏。昨天做的事情，今天就不记得了。有的时候，连刚刚发生的事情他都不记得。乔儿，你娘变成这样都是因为你呀，都是为了你，你怎么可以这样一走了之呢？原来，娘现在这样都是为了我。那我真不应该对她那么凶。爹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呀？我们父女携手，齐心协力把你娘的病治好，好吗？这就对了。以后啊，不要这么任性啊！爹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听话，好好孝顺爹娘。哎，这才是好孩子。爹，乔儿，什么事啊？乔儿的房间已经换好棉被枕套了，要不要带他去自己的房间看一看，或是休息一会儿？啊，爹带你去看你的房间。好啊。走。来，快进来。哦。乔儿，还记得你的房间吗？不记得了。这里所有的东西啊，都是原封不动，跟16年前是一个模样，就是在等着你回来。哎，这个东西好有趣啊！你小的时候很调皮的，就爱拿着这个东西骑在爹的背上，还说希望快长高一点，长这么高好去看庙会。我以前真是这样吗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千真万确，爹都给你记着呢。乔儿，这个是你最喜欢的，可是我现在不喜欢了。位置放错了。从前的乔儿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。黄大妈，今天干活怎么特别起劲儿啊？哼，别惹我！我剁了你的小人手，我叫你没力气举起手，我剁了你的小人脚，我让你能跳不能走，我剁了你的小人口，让你被老鼠咬一口。哦，原来你在诅咒别人！少啰嗦！瘟神当道，降临周家，我一定要想办法对抗这个灾星。灾星？谁是灾星啊？还有谁啊？就是最近刚来的那个。你别乱说，三小姐明明是福星，怎会是灾星呢？哼，她要是福星的话，那夫人现在就应该恢复正常了。哼，为什么她一来，那夫人的病反而比过去更严重了？哼，人家六六小姐现在可是老爷的心肝宝贝，连大小姐对她都不太敢说什么呢。您拿什么跟人家斗啊？哼，她呀，最好别犯什么错，别让我抓住她的小辫子，否则我一定不会让她好过。乔儿，你这身打扮也很好看。可是呢，我这件衣服太紧了，不习惯，还是以前那件好。嗨，妹妹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信和堂的三小姐了，走到哪里都代表着爹和信和堂，所以再不能像以前那样，要多顾及爹跟信和堂的面子。我六六虽然做了三小姐，也不会像你一样只顾面子，没了自己。我是为了周家。你
乔儿，你喜欢当六六，在家你可以继续当，可是在外面一定要记住我们周家的规矩。玉琴说的也不是没道理。谢谢爹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都听你们的。世红，这是谁家的小姐？长得挺漂亮的。若兰，她是乔。怎么了，世红？没事。二娘，这位是万大叔的女儿万灵丹，她是来咱们家玩的。啊，对对对，我就是那个万灵丹。你看到我呀，什么病都没有了。对了，高贵漂亮的夫人，我呢小名叫六六，叫我六六就好了。六六，好可爱的小名儿。六六，来我们家别客气，多吃点啊。吃饭吧。好嘞。哦，好吃。你跟我的乔儿一样，都爱吃鸡腿。来，这只也给你。多谢了。哇，六六，用手抓着吃饭是非常不礼貌的。我这么多年都是在饭桌上用手抓着吃的，习惯了，改不了，改不了。这是习惯，习惯是可以改的。这个鸡腿只有用手抓着才好吃，我就不信你没有用手抓过东西吃。你，这鸡腿真是太好吃了，口感十足啊！你也试试，你也试试，试试，特别好吃，真的。好。爹，还真很特别，肉质更加鲜香了。若兰，你要不要试试啊？来。我想不到这样吃真的很好吃。是。不错不错。哎呀，烦死人了！讨厌，呼呼呼的像个大母猪。哎呦，哎呀，你呼呼呼的像个大母猪啊！讨厌！干什么呀你？啊？什么大母猪？在哪？你就是你，装什么蒜呢你？你说什么？哎呀！你还能一边说话一边打呼噜啊？你说什么？你有鬼压到了我那个腿了，我不能动了，救命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别吵我，别吵我。你们俩大半夜的吵嚷嚷干什么？鬼！小心把老爷夫人吵醒了。是里面有鬼啊！有鬼，披头散发的一个女鬼啊！哎，舌头是那么老长，呼哧呼哧的，要吃我！哎呀，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睡啊？追来了！不对呀，还有影子啊！哎，你们在那吵什么呢？是六六小姐啊！原来刚才那个鬼就是六六小姐呀！对啊，就是我六六了。我在那睡个觉，你们干嘛那么大惊小怪的呀？六六，你为什么跑到平儿的房间去睡啊？是走错房间了吗？没有，我是故意的。因为我那个房间的床又软又香，根本就睡不着。然后我就到处试睡啊，睡地下吧太冷，睡椅子上吧太小，桌子上吧又太高。我没办法呀，我就跑到他们房间去了。哎，正好他们那个床啊，硬度刚好又舒服，所以我就挤上去睡了。
哎，我说我不就睡一下吗？有那么可怕呀？原来是这样啊，是不可怕，不可怕。你们两个跟我来。是。大小姐，好了，床已经给三小姐铺好了。嘿嘿。哦，哎，你们都辛苦了，回去睡觉吧啊。哇，好舒服呀，这才是我要的感觉啊！哎，你要不要来睡我这张床？如果你做了亏心事睡不着的话呢，睡我这张床包你好梦。啊，好久好久没有睡过这么舒舒服服的觉了，嘿嘿。我觉得自己今天像做梦一样。元宵节那天晚上把你弄丢以后，我心里真的很难受。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是吗？那天晚上我跟你我跟你二哥一起带你去看花灯，他给你买了好多的花灯，你还记得吗？好像是有一个二哥。哎，怎么没见着二哥啊？啊，他在北平念书，放长假就回来了。哦，是吗？你二哥小时候很疼你的，经常教你读书写字。我也一样疼你。小时候的事情你还记得吗？被遗弃的命。我好像记得，以前姐姐可疼我了，经常带我去玩耍。那你还记得我都带你去哪儿玩吗？六六，六六。来，我放了啊！哎呀，你说你有多笨呐？啊，你这个东西都不会放，那你来吧。哎呀，你不是会骂我？哎，快拿着往前跑！跑！六六，第一次放风筝吧？对啊。其实放风筝最重要的是看清风向。风筝啊要迎风而飞，如果找错风向，风筝是飞不起来的。六六，我和夫人很难得出来放风筝的，她又难得那么耐心的教你，你还不谢谢她？谢谢周夫人。风来了，起风了，石虎，你可以放手了，起风了。你快看，飞起来了，飞得好高啊！飞得好高啊！风儿，你吹吧，把我的乔儿吹过来，吹到我身边。风啊，你快吹吧，快点把乔儿吹到周夫人身边，快吹吧，快吹吧！哇，飞起来了，好高啊！飞起来了，你看呀，飞起来了，好高！来，再拉一下。好放线吧！看着他们一家人快乐的容不下任何一个人，可曾想过我的感受？16年前，或许是我的失误，但16年后，我还能允许自己再犯一次错误。六六，这是润手霜，放了一天的风筝，擦点吧，很舒服的。谢谢。哇，这个很润滑，很好用哦。这个是信和堂的畅销商品之一，不仅有护肤的功效，还可以疗伤。它是用芦荟和72种中药材精制而成。怪不得信和堂生意做这么大，原来这区区一瓶润手霜就这么大学问呢。经营生意也是不容易的，曾经有人拿着不是我们信和堂的商品来换货，被我一眼就戳穿，关进了大牢。后来我跟他说，想要钱很容易，但是想要破坏我们信和堂的声誉，我就万般不容。
绝不饶恕。那你的意思是，经营一个家庭就跟经营生意一样，如果有人想要鱼目混珠，破坏我们周家既有的和谐，我绝对不会轻易的饶过他。说得对啊，这就是周家大小姐应有的风范，我支持你。你是真傻还是装傻？我说的那个破坏周家和谐的人，不是别人，就是你。你是冒充的，你根本不是乔儿。你说我是冒充的，你凭什么这么说？乔儿吃饭的时候习惯用左手，不喜欢弄错玩偶的位置。元宵节的那天晚上，陪你去看花灯的不是二哥，而是永成哥。你做梦都没有想到，乔儿根本就不喜欢陪着二娘去放风筝。还有，你说你在观音庙外行乞和卖艺，我调查过了，在那里待了几十年的乞丐，没有一个人认识你，更没有人见过你卖艺。你说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就是六六啊，我也没说我是什么乔儿，是你们把我从15乐坊弄出来的，拼命让我相信我是这儿什么三小姐。啊，没错，我什么都不记得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不过呢，我渐渐明白了，我大概最不想记得的就是你这种态度，因为你是养女，你怕我抢走你的地位，怕我抢走父母对你的关怀，对吧？不要把问题扯到我的身上。如果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钱，我可以满足你。要多少？1万、2万、3万，我都可以满足你。但是我现在唯一的要求是，要你马上离开周家，不要出现在我们的面前，更不要让我的父母对你有什么期许。你就这么喜欢别人爹娘啊？哎，怪不得有流言，当年是你故意把我弄丢的。看来无风不起浪，这事儿有可能是真的哦。你说什么？哎，没做亏心事呢，就不怕鬼敲门。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做，你干嘛那么怕我呢？反正爹已经证实我就是乔儿了，你就算再不愿意呢，也要认我这个妹妹。你，哎，还有啊，我这个人胆子小，你别老恐吓我了。我对这个家真的充满了感情，这次呢，我是绝对不会离开的。你，六六，哎，爹，你怎么来了？爹，这个给你。哦，热手霜啊，这个姐姐已经给过我了。给过了。其实啊，姐姐也挺关心我的。我第一次觉得有个姐姐是件挺好的事情哦。看着你们两姐妹和睦相处，爹很欣慰。你做姐姐的要多关心妹妹。我知道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我看我就不打扰妹妹了，我先回房了。好吧，你回去吧。那晚安了，姐姐，回去做个好梦哦。晚安。爹。啊，哎，我看看你的手。喂，我是这儿的三小姐，你是这儿的下人，我在这个家里走走看看，你不会不乐意吧？怎么会呢？哎呀，喂，你是不是不把我这个三小姐放在眼里啊？哎呀，我哪敢呢？哎，这老爷可是有吩咐的，不许任何人进他的书房。我怎么敢违背老爷的话呢？三小姐，我想你也不敢吧？你没这个胆儿。这是我爹的房间，我做女儿的为什么不能进去啊？我倒要看看进这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。这下有你好瞧的。哼。不就是个普通房间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哇，好漂亮哦！
柔儿，柔儿，爹，是我呀！怎么会是你？你看好看吗？脱下来，把这件衣服脱下来，脱！平儿，你没有告诉三小姐，我们周家一日三餐都是准时开饭的吗？三小姐说了，不能让老爷失望，所以呀，这几天都在房间里面练字呢。昨天晚上也不知怎么了，一直练字，可能是练字练累了，睡晚了。我这就叫他去。不用了，我去叫。爹，不如我们就在这儿等他吧。正好我想跟您谈一下在北平开分店的事情，还有药材涨价的事情。这件事情等我回药铺再说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叫你妹妹出来吃饭，不能再让她饿着。乔儿，乔儿，乔儿，老板，您看，老爷，六六小姐把衣服都拿走了。莫非六六小姐离家出走了？是谁？是谁看她不顺眼把她逼走了？一定是你！你昨天晚上跟她说什么了？我没有啊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老爷，您先别着急，您先消消气儿。我觉得三小姐也不像是真的，怎么说也是大家闺秀，她不懂规矩也就罢了，可是她还违背家规，私闯您的书房。昨天她闯进书房，我说了她几句，归根究底都是因为你。你在周家这么多年，她不懂规矩，你不懂吗？你为什么不教她？老板，事情还没查清楚之前，您息怒啊！滚！全都给我滚出去！马上把乔儿找回来！大小姐，大小姐，你们两个把这收拾干净。是，免得让夫人看到不高兴。小心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一会儿就好了。若兰，你该吃药了。放那儿吧。你今天气色挺好，心情不错是吗？老蔡，备马车，我要出门。他又犯病了。夫人，你要去哪儿？我约了六六去放风筝。夫人，今天外面寒冷，不要出去了，以免受风寒。那好吧，那麻烦你去请六六到我这儿来喝茶聊天。六六他……六六怎么了？哦，他说他那个风筝破了，要回家去做个新的风筝。啊，是这样啊。来，拿过来。
哎，大小姐啊，这玉宁膏啊是要装在瓶罐内的，不然的话，这药效啊很容易会散去的。啊，谢谢二药叔的提醒。啊，不客气。大小姐忙着打理这杏核堂的事，有些事啊难免会有些没留意。对了，二药叔，啊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这个玉宁膏是目前消除疤痕最有效的药。那么以你的经验来说，它可以完全消除身上的疤痕吗？那不可能的，就算你天天擦这玉宁膏啊，也仅能将这疤痕消除的像个小豆子一样的。啊，谢谢二药叔。不客气。安乔小时候跌倒，在脖子上留有疤痕，我好像没有看见六六脖子上有疤痕呢。啊，爹，老板，怎么样？六六找到了吗？大街小巷都派人找了，还是没有三小姐的消息。那他们还在这干什么？还不赶快出去找！小的小满，快到午饭时间了，你们分头去市集及各茶楼酒馆去寻找，说不定三小姐饿了，会上馆子吃东西。去吧。是。老爷请喝茶。我就觉得奇怪，双泉镇有多大？找一个人有这么难吗？真是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爹，我知道是我的错，可是求求您不要生气。我已经有一个忤逆不孝的儿子离家出走，我不想再有一个女儿在外受苦。父亲，你到底是我的父亲，还是地狱派来的魔鬼？你的儿子疯了。我说是疯，是因为疯的定义就是除了疯，什么都不会，可不是？谁打我？疯子来抓你们啦！疯子，你们才是疯子，这叫艺术，你们懂什么？哎，你看他们多开心啊！谁说他们不懂艺术的？艺术是人类共同的享受。来，走。哎呦，好！你俩小点。1、2、3，这没见过这样。好。天晴了，周天琪，你真疯了，谢谢。梦醒了吗？走吧。老板，大家都说江南物阜民丰，果然名不虚传啊。对了，咱们现在怎么安排？是不是先到你家稍作休息，然后再好好的吃顿饭？想得美！我跟你说啊，我跟我爹啊没写信说要回来。我跟他说，等我毕业典礼完事之后呢，我要先到各处去转一转，然后再回家。什么？你这都到家了，你不回家报个平安？我告诉你，我爹要是知道我回来了，早就把我逮回去了，还话剧社呢。不是，咱现在盘缠都用尽了。天琪，你不是不知道，我是一个穷得叮当响的苦学生啊。咱们现在船到桥头自然直，天无绝。小狗，快跑！你干嘛呢？嘘啊！我爹啊，哪儿呢？哪儿呢？走了吗？走了。哎呀，行好吧，先生，给2个赏钱吧。我们3天3夜没吃饭了，饿死了。好人一定会有好报的。我身上没钱了，先生，多少给2个赏钱吧，好几天没吃饭了。
求求你们了！我俩现在能为乞丐统一阵线了，好几天都没吃饭了，先生。我要喝疯了，周天齐，我要喝疯了！你有点大志行吗？这点苦算什么啊？就这点苦，谢谢先生，这都吃不了。哎，谢谢先生。是。哎，这位兄弟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不是在行乞。我知道你们长这么强壮，肯定不好意思行乞嘛。不过呢，肚子比面子重要。我明白的，明白的。哎，你兄弟，我们真的不是在行乞。哎，看起来你们呢也是大户人家的孩子，有可能呢是败家子儿出来行乞。不过呢，我告诉你们啊，行乞的秘诀就是面子、自尊、骄傲都去他的啊！对，你等会儿。总之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们真的不是在行乞。你等会儿。不给。要不这样啊，刚才你给的钱呢？就当是我们秋风剧社新剧演出的门票啊，你拿着，你随时可以来看我们的演出，现在就可以。现在？对。王延亭、钟香茹、小明，我们回来了。哎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寒假还没到呢。就是啊。先别管那么多了。哎，把其他人都叫出来吧，我要给一位贵宾演出，以戏抵债。哎，哎，怎么了？陈昭贤团长、李婉清和小宁他们呢？一言难尽呐，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，团长好久都没来了。剧社恐怕要倒闭了。昭贤团长他娘叫他回乡下娶媳妇儿，否则以后收了田租也不会给他钱。剧社没经费了，我这个私库也没用了。小齐，怎么到哪儿都是绝路啊！别说了，水来土掩，兵来将挡，天无绝人之路。哎，我看呀，你们是没戏唱喽。不过呢，我也不要你们以戏抵债。我这儿呢还有一个大洋，给，就当是我们萍水相逢，积点功德吧。啊，谢谢。站住！这块大洋我收下了，但我不能白使，就当是我们演出的酬劳。你是司库，你来收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在这给我坐着，直到我们把戏演完，哪儿都不许去。坐下，坐着，坐。就演我们的拿手好戏《玩偶之家》，你们都没意见吧？对。哎，小谢啊，谁演女主角娜拉呀？别逗了，我演不了啊。换衣服。表演现在开始。这段时间，我在这个家里，就像一个要饭的乞丐，每天都依靠你耍把戏过日子。难道在这生活你不快乐吗？快乐，在这儿，我就是你的玩偶。我再也不能在这待下去了，我要走。不，你不能离开我。离开我，我的生活就没有了意义。好，真好。喂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怎么了？
是一个多么凄美的故事，你怎么能笑成这样呢？这是对演出者的侮辱和不尊重。喂，我都没有怪你们把我给看睡着了，你还来怪我呀？更何况你们这是在演戏吗？你看人家京戏敲锣打鼓的多热闹啊！你看看你们演的什么东西啊！我们演的是文明戏，不是京戏里的古人。我们演的是现实生活当中的人吗？你们说的是现实人说的话吗？我还以为你们是从古墓里爬出来的僵尸呢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你根本不懂演戏。你演的可是一个女生哎，可是你说话粗声粗气，动作又那么夸张，哪有女生的秀气啊？我是个男子汉大丈夫，我又不是女人。但是你在演这个女人啊，那你演女人就得把自己当女人啊。更何况你们这是在接吻吗？你们根本没有跟女生接过吻。你刚才那样，我还以为是两头野兽在战斗呢。哎，谁说我们不懂接吻呢？那你懂吗？你怎么演女生演那么好啊？错，我是演男生演得好。